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气类嘅节目。大家有发现冇？吼，台湾有只细细嘅岛啊，有当到嘅地方，大家都懂认识。不过有当到嘅地方咧，佢大家有冇乜嘅熟络。不过你真是认真去了解这场地讲啊，原来嗰只地方佢很有意思，有你想唔到嘅历史，想唔到嘅文化。你下咧有当到嘅你当什么咧大病咧，嗰個地方咧變到很好有特色，像係沙區嘅演錯咁樣嘅透露。基本咧，小界嘅後生人咧，其實出當到嘅力度，佢自家嘅家鄉吼，桂山嗰隻地方做了當到嘅事情，係乜嘅事情咧？你馬差共同來談幾來，好好來講下故事啦。分享你嘅裏邊其實美國生化設計師嘅共同創辦人 Simon， 歡迎。大家好，我是微光生活設計師的 Simon。耶，歡迎 Simon！哇，Simon 真的是看起來年輕有活力吼。還行。對，我們今天要介紹的是龜山這個地方。對。大家很難得會想說，我們一般都少改什麼台南啊、新竹啊、苗栗啊、客家種啊，或是宜蘭啊，什麼很少說，我們要今天要來介紹龜山。所以今天要好好來介紹這個地方，讓大家認識。我們離龜山很近的地方，要麼就是三峽或什麼，但今天沒有。你今日講的是龜山，我們講到了之前啊，雖然少改你改來後上音，其實非常改特別哦，你竟然是後來才發現自己是客家人，而且是趙安客。是。怎麼會有這個發現？其實是因為我們在2017-18年的時候，我們有跟龜山區公所做一個地方的田野調查，對，然後那個田野調查的過程想說，從最近的阿嬤開始去了解他，先訪問自己的阿嬤，對，就是先了解他以前在地方生活的記憶這樣子，然後突然有一天阿嬤就是跟我2個人坐在我們家的一個空間裡頭，然後他就突然跟我講說，我們是交安，不是 K 郎哦，但是他就講說，因為他現在住的家後面有一個合院，三合院，然後是一樣是跟他姓呂，雙口呂的人，然後那個呂家的人就突然跟我阿嬤講趙安客話，說你就跟我們同一支啊，然後阿嬤才突然想到說對，他是趙安客，他講趙安，對，然後他才跟我講說他是趙安客這樣，但是也特別強調說不是 K 郎哦，因為語言上他覺得跟客家還是有點不太一樣，對，但是因為在聊天的這個過程當中，其實他也跟我們就是提到說，他其實也不太會講了，因為是父執輩以上，他的爸爸以上，可能以前小時候他沒有聽過父母輩在講，但是他自己也只記得幾個單詞而已，對，其他都是用台語跟我對話。你自己有沒有覺得很有趣？我覺得蠻有趣的。對，我覺得也不是說我們要找到絕對的怎麼樣的什麼血緣或是自我認同，可是當你在跟你的阿嬤、阿婆，你想要去探索一些事情的時候，阿婆你過去怎麼樣在這一塊土地生活，才發現哇，有很多原來你不知道的事情，然後你才發現說，其實這塊土地真的是多元文化的融合。我們在尋根的時候才發現，原來我阿公是這樣，我阿婆是這樣子，因為以前好像至少在我的年代啦，比較像爸爸什麼人，我們就是什麼人。對不對？那現在比較不是，你媽媽是什麼人？比如媽媽是客家人，你也可以是客家人，因為你至少有一半是客家的血緣。所以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對，因為像題外話提到我們在地我們協會啦，我們協會有個前理事長，他就說他們家有平埔族、那個外省人，然後閩南人跟客家人，對，所以他就集於一身，就是都是不同族群的人。是不是很有趣？對，我覺得蠻有趣。其實是很有趣的哈。我覺得在這塊土地本來我們未來的走向就是這樣嘛，就是我們來自於多元，然後慢慢的融合，就會安用你。所以其實你改後上一 Simon 也是因為我覺得那個很有畫面，採訪自己的阿婆就才知道說原來有這樣的一個故事。不過基本呢，最重要的係講基改。這個祖先是誰？我們要討論的事情是，你這個在龜山出生，然後離開了龜山，然後後來回到了龜山。我們不是討論青年返鄉哈，因為這個已經10幾年了。我們要講的事情是，他真的在那邊做了動豆改實情，做了很多的事情。你具體的、簡單的講一下，你在龜山到底要做什麼事，或是你做了什麼事，就大概是什麼樣，然後我們再來好好聊一些，聚焦一些細節這樣子。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建築系畢業的，所以大部分人都會覺得說建築系就要去當建築師，對啊，或者去設計公司去蓋房子這樣。對，但是其實建築系的訓練裡面，其實有很多其實是在談公共空間的改造這件事情。是，所以我們最一開始是在做，是我們想說，其實社區裡面有非常多的閒置空間，它可能是被大家
遗忘在那边，或是大家觉得啊，那就垃圾都丢在那边，反正不是我家的事情，大家对于这个公共议题其实没有关注。那我们就开始想说，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改善这些公共空间，变成是一个大家关注的？那因为我过去的建筑系的训练，其实我们老师很喜欢我们去做社区的行动，所以他就会跟我们讲一个观念，就是说，其实很多事情是大家一起去参与的时候，大家才会觉得那是他的事。对，所以我们才会说，我们其实做社区营造，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是希望大家共同参与，因为我们的生活要改善、要变好，其实是要很多人一起来参与，他才会觉得说，你怎么在那边乱丢垃圾？因为我有扫地，我有整理，那你乱丢垃圾就不对。对，你讲的这个道理我已经不知道懂了多久，但我今天在听你讲，我还是觉得很感动。对，就其中一个部分是这个，那再来就是因为其实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龟山其实是一个大家都完全不知道的，就是经过会不小心摸谁你就经过了。对，大家都我们不会说今天开车去龟山玩，对，我们不会这样啊，比较不会，对，所以我们就开始觉得说，龟山其实它的知名性就大家不认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想说，甚至我们龟山也有一些状况是很多小朋友也不会说他是龟山人，可能靠近林口那边会说是林口人，我住林口，对，然后我住靠近新庄回龙那边说我住新庄人，对，住南坎那边说我住南坎，这样，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的认同很薄弱，所以我们就开始想说，那有没有可能让大家去多认识这个？我真的很少听到大家说你好，我龟山人，对，很少，因为讲龟山，人家说你是龟山岛嘛，这样，对，所以龟山，我同事还听我说，艺玲姐不是那个岛，我说我知道，对，所以其实我们才想说，有没有可能去开发一些地方的活动也好，就是让大家可以认识它，甚至我们也开始做一些田野调查，收集到资料，我们想说进到学校里面去协助老师们，可能老师们在做108课纲，想要去推广在地认识的时候，我们这边的一些采集的资料变成是老师们可以变成上课的内容，所以其实我们大部分都会做一些文化内容的工作，就是采集完变成是展览也好，或是变成是教育的这个现场可以使用的也好，甚至是带走读，然后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运用设计，包含像前阵子的那个台湾设计节在台南，他们其实都很多文化内容是在介绍在地文化，那我们其实都在透过产出这个挖掘这个内容，去变成是展示给大家认识这个地方的一个，我觉得我们在做的工作大概是在做这样子的事情。我必须要讲，就是说，我觉得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社会里面，我觉得温饱很重要。对，我们所以大家会拼命的工作哈，对，不管我从事怎么样工作，我要先温饱。但是大家真的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忽略了，该Simon讲这些所有的行为跟所有的行动，这对社会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对社会带来影响，你就对人类带来影响，你对人类带来影响，人类的进步也才能够让这个社会再更加富足。当这个社会富足了，我们才更能够温饱。对，是吧？对，我的感觉是这个样子，因为大家都会觉得啊，你们这些弄文化的，对不起，或者是，或者是你们这个很抽象，我听不懂。其实不是的，来希望大家走的了解，其实跟我们的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而且我非常非常认同一件事情。我并不是把两间老屋给盖起来，我要跟大家讲，我们都在这个社区，这个社区好就是我们好，也会是我们社区的特色。一个房子漂亮了，就会有第二间房子漂亮，就会有提上建改房子漂亮了。对，然后我们的社区就跟别人不一样，而且不是只是看起来漂亮，它其实被活化的运用，活化的运用实际上就回馈在我的生活里面。搞不好它是一个小图书馆，你本来没有地方走可以去，你可以带小朋友去图书馆，对不对？然后你多了一群年轻有活力的人来带你，还帮你走读。帮你介绍，我觉得很赚呢，对不对？好，我只是突然觉得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们其实特别回忆一下，因为我们也特别常就跟大家讲说，你们大家都很喜欢去京都，很喜欢去其他国家去观光，但是其实台湾也是可以去营造出这样子的生活。我们常常看说，你看日本那边有一个市场，里面有图书室，为什么人家市场里面有图书室，我们也可以？对啊。可这不是靠一个人做，你有没有认同？就比如说我住在这边，我是老人，你来，我希望我们可以彼此得到共鸣跟认同。你做，我跟你一起做。当这个垃圾有一块是我捡的时候，以后这一块地方我会跟你共同来维护。对，就是这种感觉，对不对？没错。哇。我觉得我好像可以去龟山加入他们的行列，欢迎，是不是这种感觉？不过讲到了，所以记得走龟山时走东都爱用改事情，该谈的比较笼统，但事实上该记得改贯量，希望做了在提供就一群爱用改你，所以台家系讲带头改便宜，你就会记起。如果有一天你是住在苗栗，苗栗如果有一群这样的年轻人，你也是要支持他们。我们还是有分辨好坏啦，对不对？是不是真的有心要为这里好？所以你们还创了地方报，对。
我们的地方报叫都没人要看文字了，然后你再创地方报，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在18、19、17、18年左右，其实做了公所的田野调查，然后大部分过去的田野调查都会做成报告书，放在图书馆或者公部门的书柜里头，大家还是不会看到它，所以我们就觉得说真的不会，对，是很可惜啊。就是我其实在这个调查过程当中，我问到很多很有趣的故事，是我过去不知道的。对，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就跟我们的伙伴讲说，要不然我们就做个记录嘛，就是把它转换成年轻人，或是比较有趣的，然后字数也不要太多，大家现在阅读的能量可能也没那么高。没错没错，我可能看30秒我就想要睡觉了，所以我也不要太长。你看唐基讲，其实非常多贵山个故事，其实写出来，本大家都了解，还有冇个精彩个内容聊下？你等下再讲。东方鱼走的青岛一个后上，因为都 Simon 来让大家来分享在龟山这么多有趣的事情。刚刚讲到地方报，对不对？对，所以地方报你们就跟很多人做结合，然后尽量让大家阅读。是对，因为其实是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做了调查，然后想要做一些转译嘛。那其实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在思考说，我们其实是很想要做一些记录下来，然后让更多年轻人去参与。对，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内容其实也想说，图文就是图片可以多一点点，让大家比较有兴趣，比较好像都是在读书的感觉。尤其大家都在滑那个短影音的时候，5秒受不了就滑掉。对，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自己龟山有2个独立书店，然后其中一个独立书店其实又是我们的邻居，所以我们就觉得说，我们希望独立书店在我的社区里面。那当然阅读这件事就是一定要去推广的，一定。对，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目前做了3刊，然后它其实叫龟山不是岛。那为什么叫龟山不是岛？就是因为龟山就不是龟山岛，所以我们在想说，就叫龟山不是岛，简单明了，然后大家也知道说，除了龟山，就是除了这些东西，到底还有没有哪一些？那举例来说，像我们第1刊就有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大家都只知道龟山岛，但是不知道龟山区。那我们就特别专栏的部分就跟大家讲说，到底全台湾有几个龟山？对，那我们在第1刊的时候，其实有找到8个龟山。就是从北到南，然后包含那个龟山岛，总共有8个。那当然后来我们也找到了，就是又多加了几个，差不多10个出头。像峨眉，我上次有一次去新竹，想说我去新竹玩一下看一下，就经过峨眉那边，发现说，地图上跑出龟山2个字，然后我就特别开过去，发现说，它就是一个小山丘，上面住了1户人家，叫龟山。所以我就觉得，很有趣，就是我想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全台湾不是只有龟山岛叫龟山，有那么多龟山，尤其龟山又是我们龟山区又是最大的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地方。对，那像第2刊，其实我们就谈到保存砖窑厂这件事情，因为当时刚好面临到我们龟山有一个全桃园仅存的八卦窑，然后我们就有一些行动，想说不确定它到底会不会被保下来，但是我们希望透过不同的方式去把它给记录下来，所以我们也做了绘本进到学校，我们也用那个地方报去把这个保存过程给记录下来，同时我们也因为这个砖窑厂在讨论历史建筑这件事情，我们就帮大家盘点了整个龟山到底有什么文化资产，所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龟山不是只是经过的地方或是什么都没有的地方，而是它其实也有很多有文资身份的地方。然后第3刊也是，就是其实刘铭传铁路是有经过龟山的，在清代的时候，然后甚至日本时代初期也都是经过龟山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内容，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其实龟山有些蛮有趣的文化，或是一些在地有趣的，像我们其实每一刊的后面都会有一个小游程，就带大家自己去玩龟山。所以你看着那一份报纸，第1刊你就说，这一刊告诉你可以去哪里玩，然后你跟着我们去玩。所以我们就是想要透过地方报的方式，去让更多人可以透过我们的视角去认识龟山。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做了3刊这样，那目前在做第4刊，对，然后它都是自己养自己啦，因为其实现在真的报纸、书籍、刊物，其实也真的是很少人愿意去花费去买这样子，对。连那个正式的影音线上看都想要找盗版了，何况是书籍跟文字啊？是。总得，好不好？大家还是要支持一下。所以讲那个地方报就少改动豆改地方改铁色之外，其实还有动豆改，比如讲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将当地的一些空间做活化。
这很重要。对，像我们自己有一个这2年在整理，它其实是我们10年前整理的。2014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就跟学校申请说，学校可不可以提供我们一些资源，让我们整理这个社区的闲置空间。那学校那时候就是帮我们买了木材跟草皮，然后我们就先初步整理。但是因为学生能量还是有限嘛，就是你没有钱，你还要养活自己，又不能跟家里拿钱做太多这些公共的事情，所以我们那时候其实做完一个空间整理以后，我们就先暂时的停止了。那2019年，我们的伙伴又拿了都发局的计划去整理，直到前2年我们是拿了桃园市青年局，那青年局的一个永续计划非常支持我们在做地方的事务，所以我们就在拿了这2年的补助，其实就是去整理了这样子的空间，然后让这个空间可以去提供给公共使用。我们其实到最起初是想要拿来做社区客厅啦，那后来其实觉得我们当时还是学生，我们希望学生可以进到社区做服务，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有没有可能那个空间也可以提供给年轻人？所以我们就开始带了课程进到那个空间里头，甚至让学生可以提案说，你在这个空间，你有没有想要做一些龟山的事情？那我们可以帮忙找一些经费，让学生可能用2万块的小小的计划，你跟我提案你想做龟山的行动，那这2万块就带着你从执行，然后写计划书、编预算，然后怎么执行把它做完，让他从年轻的时候、学生的时候就会知道说，其实我们要做公共性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不是没有资源或没有机会的。等一下，那学生他得到的是什么？除了他的经验值之外，他这是跟学校的产学合作吗？他在学校会有一些。它其实有点像是我们希望，所以它纯粹就是自动自发的一股热情吗？有点像是我们希望，因为我应该讲说，他们可能也在，我觉得现在学生可能都还在摸索，到底他未来想要做什么。我懂，就是我在摸索的过程当中，反正你那边有一个资金，应该是让你信强签，然后你给我2万块，我就写企划案，我就去提案，对，然后看你通不通过，假设，对，然后你通过之后，我就可以拿到微薄的2万块，是，然后我就会去做我可以做的公共服务。对，因为其实我们那时候最一开始我在学生的时候，我们也是拿2万块开始起来做的。2万块真的很少，很少。但是因为学生其实有2万块就可以做很多事情，因为学生要做的其实很多时间，他有很多创意，他有时间，因为他是学生，对，他学生，就因为他是学生，他并不是靠这个来吃饭，低美口聊的喘钱，所以我是学生，那 OK， 我下课的时候我搞不好美术很好。对不对？我可以发挥我的能力，我的专长，所以2万块可能是买材料，对，太感人了，就是可以补助他们去做一些那个，然后让他们透过他们的时间跟行动去把这件事情完成起来。那同时他也可以从里面找到一些说原来这件事情可以那么有成就感，或是这件事情是他未来可以出路的某一个练习或是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认为在学生的时候，或者是告诉他们说以后这一行很难走，对，就是我会让他们觉得说这个时期你犯错没有关系啊，因为你出社会你犯错的你的成本就会很高，非常高。对，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就鼓励学生，你就尽量做，你尽量发挥你的想象跟创意去实践看看，那你就会知道说做这件事情的困难点在哪里，或许你从里面找到你可以发挥的。但你刚才讲就是你们的这个协会可以提供好上的学生安用改在 give 这样的一个机会，可是你们的这整个这样的也算是一个 project， 也算是一个专案，而这个专案可以得到青年局的补助，是这样子。对，然后那个计划里面其实也是要做很多地方串联，然后跟我们其实经费里面有一些是做空间整理，然后有一些是办一些活动去串联地方的年轻人，或者讲座是让大家可以认识龟山，所以它其实是有一些不同的子计划在里头，包含我们有做了一个品牌叫做龟山问导游。就是其实也是想要让大家来沾沾酱油，但沾沾酱油其实是在问我们这个不是岛的岛主，就是我们每一个店家他都可以来介绍龟山，所以我们现在也是想要把它变成是可以养活自己的一个品牌，然后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问导游去认识龟山。对，就是这些计划都是就是青年局的补助，愿意让我们可以去有机会可以实践它。太棒了！不过讲到俩，其实来定义就几个美军一起改社团，就是你们自己的下社172，是不是？对。它其实那个是什么？具体来说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我们认为它是一个，我们把它叫做龟山地陪所了。就是我们希望它陪伴了3种人。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社群营造的，所以陪伴我们龟山的社区。那社区不是只有年轻人，因为我们自己也会做社造辅导，陪伴我们社区的社区发展协会的长辈。他们如果想提案，他们不会写计划书，我们可以陪着他一起写。就是什么意思？所以社区里面的长辈也可以做这件事。对，因为其实政府都有一些补助案嘛，然后有一些社区发展协会。他们很想要做，因为他退休了，他想要回馈社区，他就会想要写一些活动。那我们就会去陪着这个社区长辈说，他说我不会用电脑，我不会写，没关系，我们就坐在你旁边，我陪着你写。
然后带着你们把它做完。所以其实一个是我们希望可以陪伴社区社群，一个是陪伴青年，让他们有一些实践的机会，另一个就是陪伴外来的旅人，因为我们做了那么多龟山的有趣的事情，那有没有开始有吸引到一些有趣的人想要来认识龟山？那我们可以透过这个空间去陪伴他们去认识龟山，说你可以来找我，我告诉你龟山有什么可以去的地方。所以那个地陪所其实就是希望可以陪伴这3个人。那为什么叫下社172？172就是门牌，下社其实就是讲我们龟山其实有一个平埔族叫龟伦社，也是龟山地名由来的其中一个。那刚好那个下社是它的社域范围啦，就传统旧地名叫A虾。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旧的地名，然后跟这个门牌去让大家知道说，过去的平埔族的生活的领域，然后跟这个空间的，然后去让大家可以认识这个地方。这样。你刚刚有特别提到3种类型的分类，对。那比如说，假如下 K 地独的长辈，对不对？他可能退休了，在这个目前为止，有没有在他们那边得到很不错意后的 idea 有吗？我觉得其实长辈的行动力都很好，就是他们也很多很有趣的想法。那我们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会觉得说，原来他们可以做那么多不同的发挥。那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是只有青年有创造力，社区的长辈其实他只要在地方有一些陪伴长辈，他其实就是不同议题在讨论。像我们社区很多长照议题的，像社区他们想要做那个长照据点的，那我们就会看到他们做了很多就是社区公餐，那真的超级好吃。就是你说社区公餐，对，然后食物，对，然后他们其实让他们的社区的人，甚至我们带人去参访，他们就说，我可以提供，我就请我们社区的长辈，就是他们会煮菜的，然后就是煮给大家吃。太棒了！对，你就会发现说这个龟山很多有趣的生活样貌在里头，然后大家都可以找到他自己的角色。年轻人不会煮饭，长辈就可以负责提供餐点。不要讲，他们还是有很多的 idea， 而且他们有时候人脉是很足的，对他们人脉影响力是很够的，然后其实可以互相做蛮多的串联跟连接哈。不过讲到俩咧，你可能哇，你当做个节目啦，你改Simon讲哈，因为多多精彩的故事聊下，等下常常来讲。你要强调 Simon 后上因为让大家都小改几改古向龟山哈，我们刚刚讲了好多东西都讲不完，对不对？不过有一个一定要介绍，就是你会帮忙媒合不同的空间，对不对？就你行来行也都你在空间走对喽，然后你可能知道谁需要或可以做什么，你就可以媒合。对，因为就像刚刚提到说，我们其实希望很多伙伴进来这个地方才会更有趣，对，所以我自己个人的兴趣就是我会去看一些被空在那边的房子。然后就主要就是想说，这房子放在这边没有人住，那它其实是有机会被活化的。那我们就很想知道，那屋主有没有意愿，就是可以提供出来，我们帮忙整理房子，然后可以比较支持年轻人做这件事情。要是我是屋主，我愿意。对，所以我们就刚好有一些地方伙伴，像我们的龟皮王卖精酿啤酒的13号，然后我们的楼下邻居新巷弄书屋，其实我们这些伙伴都是想说，既然要这边蹲点的话，其实也是希望有一些空间可以让他们，因为有空间大家才会知道你。大家知道去哪里找你，跟学生一样啊，在社团你要有个社办嘛，对不对？你想开干摸虫嘛，改钱也没赚什么钱，对不对？但把这个社区变美丽了，然后你又留在那边，好像是废墟的地方，对，那你就带你去帮你使用，你知道帮你使用跟摆在那边还被你知道摆那边还被白蚁咬坏，对不对？还有人去帮你使用，然后你看。家园也变得不一样，对，所以才想说，刚好有些朋友在这10年间慢慢认识，然后他们也需要空间，我们就说，那你不要离开龟山，我帮你找空间，然后就想办法，希望他们可以留下来。然后当然这些有些人都是龟山人啦，所以我们就是想说大家一起努力，然后让这个地方觉得更好，然后串联更密集这样子。还有在香港从来到台湾的小改，记得有在提到呢，山市集，3座山，善。对不对？介绍一下。对，33市集其实是有一个品牌叫333聚落。那为什么会叫333？其实一个是我们龟山有地区号，就是3个山，然后另一个就是龟山很多山，太有趣了。我们就用333来跟大家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刚好我们现在目前办了3届，那接下来3月中要办第4届。那前3届其实有1、2届是办在我们的龟山的一个叫乌龟公园。
叫中正公园啦，但是我们都会叫它乌龟公园，因为它有个非常大只的乌龟，所以就是。其实我觉得你们很棒哎，对，333又乌龟啊，又乌，你知道，很多都是跟龟山可以谈的东西。对，那1、2届的话，其实我们也不是想说纯粹是办个市集让大家来逛市集，我们其实透过市集变成是一个展示的过程。我们里面有展览，像第1届我们展的就是龟山到底有哪一些地方的有趣的伙伴。那第2届其实，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龟山很多山，那龟山其实大家也不认识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就会觉得说，那过去分出这4个生活圈的这些那个山林步道或是山，其实好像是一个可以介绍的，所以我们就把龟山的山林步道给介绍出来，因为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说虎头山的虎头山步道，所以龟山有很多山林步道。我们光我们自己整理就知道的就有6条，就是可以走，对，可以，甚至还有看到整个101到那个林口台地的，真的吗？对，就风景都蛮好，然后空间也很棒。对，那第3届的话，我们又是想要推广在地的小农，因为我们龟山其实农业也面临一个状况，就是有农民身份的有6000多人，但是45岁以下的农友，就是青年的农友只有30几个，就是很少，大家也不鼓励他们的小孩子回来务农，但是很多其实年轻的农友他们是在做友善耕种的，或是有机的。那我们希望龟山人可以认识他们，说，你可以去跟这样子的友善小农去买他们的那个农产品，去鼓励他们继续做这样的推广。所以这几年我们都希望透过这个333市集，除了去让大家可以来认识龟山不同的品牌买东西，同时又可以去认识龟山不同的样貌。那像今年接下来的3月中是要去我们的寿山岩，其实是我们龟山的信仰中心280几年了。那我们会在它的庙城办市集，那一场市集的展览的内容就会介绍龟山的庙宇跟文化的部分。大家有对注意第6个这个讯息哈，所以大家可以尽情的去参与，我觉得非常的棒。光听你这样讲就觉得很唐一公故事，就非常改又兴起。这10年来应该看到蛮多改变的。对，蛮多改变。其实对很多原本因为10年前只有我们是年轻人在做地方的事情，但10年后今天其实开始有很多地方的伙伴，就是刚刚提到这些空间，大家就会一起来想说，我们要不要一起来办一些什么活动啊？而且更重要的事情也是得到在地人的一起努力的认同，对不对？未来有没有什么跟客家有关的计划？我们刚好去年底今年初刚好跟我们桃园的客家基金会啊，然后其实也都在说，有没有可能在非重点客家的这个区域有一些客家的推广？那包含像我自己也重新认识招安客的这个议题，那我自己过去都比较做眷村的啦，所以我们自己在思考这个议题，虽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说我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觉得刚刚其实私底下跟主持人有聊到一个共鸣，也是我一直在谈眷村议题的讨论，因为我自己也不是眷村的小孩，但是我觉得眷村的生活，我觉得就是大家的生活都一样，就是每个时代都一定会有个跟我共鸣的东西，对，所以我们一直想要找到那个共鸣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所以像客家议题这件事情，我可能也会去思考说，到底现在年轻人喜欢什么，那喜欢的东西一定跟客家族群也好，或者闽南族群各个族群一定都会有共鸣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努力的是想去讨论说，那个共鸣或许可以找到比较有趣，然后比较轻松的方式可以切入，然后让大家可以用比较不会觉得说又要谈那么重的、谈那么深的议题。我没有要教育你，但是你不知不觉潜移默化就感受到了，就是要让他参与的过程当中，慢慢觉得这个文化有趣，对，或者好像跟我有一点点关系。对，我们想要做的是这样子的事情。其实还有动都有关系，比如我很想问他，就是到目前为止这么有热情、有理想，遇到有什么现实的问题？不过等下来问，还是来问几个。我们这边总是来我们就要看到来宾不同的面向，就是刚刚讲了这么多热情、理想的这个抱负，我要问一些考试，但是不可以想太久，好不好？来，第一个就是龟山美食吃什么？龟山美食，我自己很喜欢。第一个想到的是一个我们中心路龟山市区有个霸丸，然后旁边有个红豆饼，就是这些都是我小时候吃的。好可爱啊！他说中心路，你刚说中心路的扭然那红豆饼，对，红豆饼传统的吗？对，就是。你知道因为红豆饼后来有改，那个皮变得不一样，不是它就是传统的车轮饼，脆的那一种。然后那个阿姨也做了20-30年，就是要这一种的啦，传统改车轮饼，脆的饼皮啦，不要给我那种没有改良的也很好吃，就传统的也很好。再来，你最喜欢的龟山地标？乌龟公园的乌龟。乌龟公园的乌龟。对，因为我自己晚上散步也都会爬到那乌龟上坐着。
那个龟壳真的很大了，它是一个很大的石乌龟，然后小朋友是可以站上去的。那蛮多小朋友都会站到那个乌龟。对，我们去年其实带小朋友营队也是带他们去那边，然后就一个班级的小朋友可以站在乌龟壳上面拍照。哇，你看我们都不知道哎。我觉得那个很有趣。希望他不会觉得太累，因为你们一直在他背上不会，他看起来很勇。好，你可不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一下龟山？龟山呢，我觉得就是一个。我很喜欢龟山的山啊，对，就是有山，然后我也喜欢龟山的河滨，就是南坎溪的河畔，所以我觉得有山有水其实并不是好无聊，就是有山有水其实真的还蛮不错的。好，那我要问一个比较那个就是如果想要客家，你现在想到谁，或想到什么？想要客家吗？就全台湾的吗？没随便，对。林生祥，我刚沿路就在听林生祥的歌。我以为你会说他，我以为你会说阿婆。对，生祥。哇哦，生祥老师，我想到，因为在这个时候被我们提起，有没有觉得耳朵痒痒的？所以你刚才听生祥老师的歌是不是？我超喜欢他们。你刚刚听哪一首？我刚听很多我装啊，然后什么伪装啊那些。刚刚哇塞，就是很地方，但是它也有很摇滚。对，哇，太棒。很好，开心开心。好，最后节目的最后几分钟，就是跟大家吐苦水好了。来，现实与理想的挑战，没有很久的时间哦，哈，这个篇幅很短。来，觉得有没有？你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现在？我觉得一直以来我们在做这些地方的工作都是工作之余做的，因为毕竟我其实很多我爸妈也好，很多人都说你们家是很有钱吗？还是怎样？太闲是不是？对，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对啊，因为我们家也没有很有钱，就是我爸妈可能也会每天都问说你这样子有钱赚吗？你念建筑系，你不好好去弄，为什么不去盖房子这样？是不是？对，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辛苦的部分对我来讲，虽然人家可能会觉得辛苦，可能也真的有点辛苦，但是它也是自己的选择啦。就是你会觉得说，对，那是一种交换的过程，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你也找到你的价值，对，那个是一个很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可能别人觉得是辛苦，那当然也是有点辛苦的过程，就是你在工作赚钱的过程之余，你还要去拨一些时间去做一些地方的事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又很有趣，因为可以认识更多我们地方伙伴，然后大家又真的把我们的生活环境经营得很好，像我走下楼就可以进到书店逛书店，隔壁又是展览的地方选物，然后这附近有一个精酿啤酒，大家可以去聊天，那是一种生活想象的营造。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讲就是很值得了。我觉得这也是价值啊，对不对？其实你也看到自己的努力，然后社区的一些改变，虽然都是一些公共服务，我觉得这也是你在探索你自己的过程里面找到一个你觉得做起来让你觉得又开心、很辛苦，可是却很舒服的事情。对，没错。对，而且他刚刚有一句话，我稍微安心一点：工作之余，走投入改，还有一点膝盖。我最担心的就是全心投入的时候又穷困我就觉得有点担心。不过今天绕墙3门都聊片，然后大家都分享最重要嘅事情，不大家都了解贵山了解地方，香港从来又推翻警示，又一群穷去安永赶紧走安永嘅事情，所以大家系讲有看到节目，其实斗记起，因为了解地方係你大家嘅地方不是谁的，不是一个人的，好冇？謝謝3門，有機會再來分享一下更多的活動，好嗎？好，聽下咧，你都做人堂咧。繞牆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嘅民宿傾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2幾張片傾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